單親一家4口被逼瞓街。前晚凍到得嗰14度，楊小姐帶住3個仔女喺深水埗順寧道遊樂場紮營露宿，一家人嘅起居生活全部靠晒呢一個帳篷。佢哋一家原本租住對面唐樓嘅一間板間房，但係舊年市建局宣布順寧道重建計劃之後，有業主懷疑為咗博取更多嘅賠償，用盡方法逼走啲租戶。上個月楊小姐就拍低咗有人趁租戶出咗去就上門封樓。搬我啲嘢。早排佢返鄉下，就輪到佢自己俾人封屋。前日返到嚟，一家4口變得無家可歸。你對窮人真係極度不公平啊！啲窮人咧真係咧俾人踐踏到咧毫無尊嚴啊！99年6月26號人大釋法，令到楊小姐冇咗港人嘅身份，仲被逼遣返返內地。冇諗到09年嘅同一日，又令到佢失去家園。死係可以好簡單，但係都可以好難。但係為咗3個細路，佢話幾辛苦都會捱落去，一定要爭取當局原區安置。